大家好，歡迎收睇新股速遞。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叫做德式B 仔股嚟嘅生物科技相關啦。上市編號2526公司喺杭州發跡專注做一啲咧醫學影像嘅 imaging 同一啲器械相關嘅我預期咧生物科技相關尤其是B 仔即係暫時未盈利嘅公司咧，可能會較受市況嘅短暫一啲負面嘅氣氛所拖累大家就自己關注住呢個因素2026年3月20號開始招股，3月25號早上9點30分截止認購啦，3月30號上市發行價格95到6至112個半每手嘅入場費5006蚊多啲，集資額齊頭9個億留意翻行業方面會較需要市況嘅氣氛先至將就咁所以大家自己去留神啦。我係證監會持牌人，以上所講過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